所以第二持戒，怎么说呢？分为三部分，然后，持戒度分三：轻恶行戒，受善法戒，饶益有情戒。这呢就是三个，就是主要是我们就是持戒的方面，就是有三个，那就是以自己方面啊，跟为他人方面啊。那么以自己方面呢，就是要在为了要断除所有一切的恶法，而作为一个手持这个戒律的一个方式。这个然后另外呢，就是这三种来说的话，就是怎么说呢？是自己的身苦意而所修持的方面。恶行戒是指身苦意三门，断除无毒般的一切对他众不利的十不善业。好，那这个先我们前面的这个部分前面的这个部分来说到，就最主要呢，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修行人，对于自己所有修持的戒律方面呢，就是一定要重视清净。那我们一开始做那个皈依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守皈依戒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很多人守皈依戒的时候呢，皈依戒本身来说的话，就是有根据自己的条件，能够可以修持五戒的话，那当然就是可以修持五戒。如果是没有办法修五戒的情况下，至少也是很多人就是有修那个不杀生的戒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这个以外，还有所有的就是我们平常都是学习的方面。那不光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皈依弟子的情况下，那我们只要是不杀生就可以，其他的是造业都没有什么问题。有这种想法的话，那是不对的。本来就是有修戒跟没有修戒这两个区别来说的话，就修了戒以后呢，就守戒是有一个功德。那么修了戒以后，如果是你破了戒的话，就是会有一个破戒的一个业力。但是你如果是有修戒跟没有修戒，你造任何的业都是同样都有业，所以就很多人认为呢，就好像就是没有修戒、没有修行的话，造业也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那种概念，是完完全全就是众生愚痴，众生的这个怎么说呢？众生没有智慧，所以才会这样想的。那么很多人就是说，平常就是问他说要不要学佛。那很多人都说我现在还不能学佛我现在还在喝酒什么，或者我现在在做生意就不能学佛了。那你做生意是不是不能学佛？你学佛跟做生意，你认为就是你做生意会做很多坏事，然后呢就是不能学佛，有这种想法的话，那也是你自己的认为是对的，但是这个实际上来说的话就不对的。因为什么不对呢？就是你众生的造业呢，就是不会是停下来的。任何一个时候，无论是什么样子的众生，每天都是在造业。为了什么呢？为了自己，为了自己的身体，为了自己的身苦意，每天所想的、所做的一切都是会在造业的。原因是什么呢？佛陀所讲的，为他人所信，一切都是善。为自己所信的一切都是恶这两个分别来看，那我们众生有没有在造业？那么在这个业里，重跟轻的关系是存在的。所以呢，就是在这里我们就是第一个那个禁恶行戒，禁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禁止，就相当就是断掉的意思嘛，或者是那个我们就是防疫的，相当就是我们如果是会造业，有可能会造业的情况下，我们像比如说很多那个出家的戒律当中，那么在一个比丘之，连如果是他可以去的环境跟不可以去的环境，都是有很多很多的要求。那些来说的话，就是有200多个戒律的戒条当中呢，就是有重的跟轻的，那很多都是就是相当就是在移放完因会造业的很多很多的方面，就像比如说跳舞的地方、唱歌的地方，或者很多人聚集的地方，这些都是比丘之，那么就是不允许去的。
原因呢，就是为什么呢？就会造业的，也不可以碰黄金，也不可以碰金银珠宝这些，或者是在那个甚至那个怎么说呢？那个火那些都火是什么？那个燃烧的那种火，那些都是不可以碰的。那些很多细微的很多戒条，全部都是造业的。那比如说就是做了什么，有可能因为这样就会产生业力，因为这样就产生业力等等这种各种各样的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，我们那个怎么说呢？宝珠仁波切的有自我教研嘛，有一个自我教研里面，怎么说呢？众人之处不可去那种。那么就是为什么众人之处我们不可以去呢？原因是什么呢？那也是一样的，在这个怎么说呢？戒条当中也是同样的有众人之处是不可以去，而且是去的情况下会产生一些我与他什么的这种分别念，然后就是会有一些就是产生一些本身清净的心情会扰乱了心情，就是这个是最严重的罪过嘛。所以就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话，那肯定就这些是必须得要我们怎么说呢？保持一个清净的心的一个状态，这个是非常重要嘛。所以我们就是没有能够保持清净心的情况下，那我们的心里面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那种烦恼，各种各样的烦恼产生的时候呢，这就是一种心理的一个想法。就像我们就是修菩提心的时候，一个是愿菩提心，愿菩提心是什么样子？从内心里面我们一直不断的为所有一切众生发愿，对不对？一直不断的发心。我们要知道一切众生是做我们自己的母亲，然后母亲是有恩德的，所以我们必须得要报答恩德。而且所有一切的众生所有一切的母亲都是现在轮回当中那么的痛苦，而且以后也不断的痛苦。我们一直以这样去想的情况下，这是我们的愿不是在做。但是一开始呢，我们就是愿菩提心，一直这样发愿的情况下，那么我们就开始就所有的行为也是变成这个样子，自己的行为变成柔软，自己的对一切众生来说呢，自己的行为变成柔软。那么这是自己的行为呢，就是从内心当中，那么自己的我执呢就会越来越轻，对他人的这个重视呢会越来越重。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，我们就是一切的行为都是变得好嘛。